你检查一下，你检查一下。无安怎？这么严格吗？这么严格吗？我家己阮兜我都无安尼摸头开，你这么严格？哎，拉菜就拉菜，就拉菜。爸爸较疼小。这就公司的，这细粒较细粒，跟妹妹共款啊。小花可怜。你会晓顾伊有色无？你敢会晓看？啊好。那会感觉阮切的怪怪。是爱切凸出来是切圆？啊，我知，这爱称重。对。哎，爸爸，你知？我感觉阮真家己惨。有够方便，有够方便。预备，开始。欢迎收看《休闲的戏一天》，耶！